妹妹打佢，拍腳邊，快少少啊妹妹，踢佢，踢up，踢完就升上去，仲要腳踭踢佢啊，踢up，繼續。妹妹快啲啦，可以鞭下佢噶喎，打劈劈。志雄轉大啲彎，唔好轉咁細彎，出翻去少少。開始長啦，志雄條韁繩，隻馬一跑咧拉唔到噶啦。志雄有得腳踭。OK， 兩個 sitting shot，sitting shot 啊，妹妹，聽唔聽到 sitting shot？ 係啦，拉後，出翻去，哥哥，出去 ，sitting shot， 哥哥啱啦，呢兩下頭先係咪啊 ？OK，up down， 哥哥韁繩開始又鬆啦。哥哥隻腳唔好搖嚟搖去，用多啲陰力夾住馬鞍上，夾夾夾，唔要擺動。哥哥開始又長啦韁繩，點解我騎好多次？自己睇條韁繩有冇放長？OK， 再嚟個sitting shot，妹妹。哥哥 ，good， keep 住 speed。OK，up down。OK， 準備慢少少sitting shot。rising shot。up down，rising shot。哥哥條韁繩 ，OK， 拉停，行3步先入嚟，行3步 ，1 2 3，先入嚟。